你唔好教我政治啊！我細個就係左派，一直到而家都係。所謂嘅左派就即係話要幫助窮人啊，點樣平等啊啲咁嘅大道理，我比你識得多得多。但係當我意識到啦即係極左啊，對於嗰個西方嗰個文明嗰個衝擊啊，嗰個破壞嘅時候咧，我就好即係話好謹慎，唔係話我即係你係左係右咧，其實冇問題嘅，係你個係思維方式嘅問題，唔係話左派肯定啱，右派肯定錯，唔係咁樣嘅。左派右派嗰個正確率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左派有可能你要睇佢做嘅事情，左中右，不管你個理念啊，你做嘅事情咧都可能都有機會做錯或者有機會做對，所以即係話你係咩理念啊，就等於一個宗教，即係譬如你係咩宗教嘅，係咪等於你100%擔保你做嘅嘢都係對咧？其實唔係嘅。咁所以咧講到嚟講即係話當我睇到響呢度嘅極左要求我個仔即係嗰個中學嗰個飯堂啊，唔俾豬肉，唔俾供應豬肉，只有一種選擇就係清真嘅食品嘅時候，我已經硬晒太，唔知點算。我第一時間就想翻香港啊，翻華南都冇意思啦，係咪先啦？你喺香港成日話言論自由啊乜嘢？你係喺香港係可以睇到所有嘅咩 YouTube 啊，所有嘅嗰啲世界上嗰啲所有媒體你都睇到，你又話香港有言論自由，你又喺香港咧話邊個狗官啊、仆街官啊，咁你都仲喺度話香港鬧香港言論自由，但係我冇見過你哋鬧香港嗰個社會福利唔好啊，或者醫療唔好啊，鬧香港嗰個教育質量唔好，從來冇見嗰啲坐響國外嗰啲人鬧香港嗰啲嘢，即係社會福利啦、醫療啦、教育啦，係嘛？或者係創業機會啦，冇嘅。點解？因為香港嗰個社會福利啊、醫療啊同埋教育都係世界一流嘅。大家你可以攞嚟比下香港嗰個社會福利同台灣比，同日本比，係嘛？同嗰啲發達國家比，英國啊、加拿大比，香港會差去邊度？所以你仲要講香港個天氣啊？